各位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，在台湾。我常看到很多长辈活得很自律，每天清晨我去公园散步，总能看到60、70岁的朋友在那里拍打身体慢走。在诊间，你们告诉我，一生我吃得很清淡，完全照医生的话做，肉都不敢多吃，油烟也不碰。但是为什么你的身体却越来越沉重？你没有发现，最近上楼梯时，双腿像灌了铅一样，去全联买个菜，提2袋东西，手就开始发抖，甚至只是在客厅站起来，都要先撑一下沙发扶手。你明明活得这么健康，为什么身体却在加速垮掉？这背后隐藏着一个医学界不常对大众细说的惊人真相：你的肌肉在老化的同时也片聋了。专业上我们叫做合成抗性，简单说就是你的肌肉片得听不清楚。蛋白质的指令，年轻时你随便吃一口肉，肌肉就会乖乖生长。但到了60岁，如果你还是维持所谓的清淡饮食，你的肌肉根本接收不到信号，它会以为你正在挨饿，然后开始自我萎缩。这不是在吓唬你，这是生理的必然。如果你在这里关掉影片，你可能还会继续吃得很健康，但3到5年内，你会慢慢失去站稳、拿重物，甚至自己走路的能力。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，而你现在用的方法，可能正让你跑向错误的方向。别忘了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以便从我们这里获得最佳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观看这段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内容有用，请在评论区输入1，如果没有，请输入0。听完刚才的话，你可能觉得压力很大，别担心，现在让我们放慢节奏。我用最简单的方式解释给你听。请想象一下，你的血液就像是一辆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货车，它载着满满的氨基酸或物，而你的肌肉就是路边的工厂。在年轻的时候，这座工厂的门是敞开的，哪怕货车只载了一点点或物经过，工厂都能轻易地把这些氨基酸搬进去，转化成强壮的肌肉组织。所以年轻人随便吃，肌肉也不容易掉。但是当我们步入60岁、70岁，这座工厂的门片得生锈、沈重。如果你的货车上只装了少少的1、2件货物，工厂根本懒得开门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长辈每餐只吃一点点碎肉或喝半杯牛奶，却发现肌肉还是流失的原因。因为你提供的讯号不够强，工厂的大门纹丝不动。科学数据告诉我们，年轻人可能摄取不到20克的蛋白质就能启动肌肉合成，但对于长辈来说，低于20克，大门几乎是锁死的。你必须在同一餐内提供25到30克的优质蛋白质。这就像是猛力敲响工厂的大门，大喊着蛋白质来了，快开门。这时候合成开关才会被砰的一声打开。所以问题不在于你没有努力吃，而是你没有在对的时间用对的分量给肌肉足够强的讯号。这不是你的错，只是身体的游戏规则改变了。我想跟大家聊聊我的一位病人，住在台中的林国成先生，今年72岁。林大哥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，退休前是公务员，生活规律得像时钟一样。他从来不烟不酒，体检报告除了稍微瘦了一点，没什么大毛病。但他找我的时候情绪很低落，他跟我说：医生，我每天早上1颗蛋，1杯热牛奶，中午吃半碗，饭配1点菜跟几片肉，晚上也是这样吃。我这辈子没这么听话过，可是为什么？我最近去菜市场回来的路上，竟然觉得脚在发抖。我甚至不敢自己过马路，怕绿灯变红灯了，我还走不到对面。
我帮他测了握力，发现他的握力下降得非常快，这就是典型的肌少症前兆。林大哥困惑地问，我每天都有吃蛋吃肉啊，难道还要吃更多吗？我告诉他，林大哥，你不是不努力，是你的肌肉根本听不到你在喂它。他那种分散式的吃法，每一餐的蛋白质都只有10到15克，虽然总量看起来不少，但从来没有一克能达到那个启动工厂大门的30克门槛。他的肌肉工厂整整3年都没有开过门，他一直在拆东墙补西墙。后来我建议他改变策略，早上的那颗蛋留着，但把牛奶换成更高浓度的豆浆，并且加上1包无糖的高蛋白补充品。中午则要把原本少少的肉片集中换成一整块去皮的鸡腿排。短短3个月，林大哥回诊时精神完全不一样了。他告诉我，他现在去大坑步道爬山，脚步扎实多了，甚至能帮太太提重物。这就是差别。你以为你在为身体，其实你只是在浪费食物。记住，如果讯号不够大，吃再多也是白费。了解了林大哥的故事，你一定想知道具体该怎么做。其实不难，只要掌握我总结的这3个黄金原则，你就能重新掌握主动权。第一原则，每一餐都要达到启动量，这是我强调最多次的。不要把蛋白质分得太散，你宁可中午吃得丰盛一点，让蛋白质含量突破30克，也不要早餐吃一点，下午茶吃一点。我们需要的是那一股冲力来撞开肌肉的大门。第二原则，学会搭配快蛋白与慢蛋白。什么意思呢？像乳清蛋白鱼类，这些吸收速度快，能迅速提升血液中的氨基酸浓度；而像豆前豆腐、酪蛋白，它们吸收慢，能在你休息或睡觉时持续提供微弱但稳定的养分。两者搭配效果最好。第三原则，微量元素不能缺。很多人只盯着肉看，却忘了锌、镁、钙。锌能帮助蛋白质合成，镁能维持肌肉放松与修复，而钙则是肌肉收缩的基础。如果你只吃肉，却不吃蔬果、种子，你的肌肉工厂虽然开了门，却发现里面没有工人可以干活。只要你遵循这3点，你就不需要把自己塞得很饱，也不需要餐餐大鱼大肉。你会发现，原来聪明吃比努力吃更有用。这就是掌控感的来源。你不再是被动的骗老，而是有计划地骗强壮。接下来这部分最关键，请大家拿笔记下来。我为台湾长辈量身打造了5组蛋白质组合，这些东西在全联、传统市场都能轻易买到。第一组，无糖高蛋白优格配豆浆，组合很多长辈。早餐喜欢喝稀饭配酱菜，那是肌肉的毒药。我建议改用无糖优格搭配浓豆浆。优格含有丰富的益生菌，能改善长辈常有的肠胃吸收问题，而豆浆提供了优质的大豆异黄酮。这个组合最大的秘密在于液体吸收快，这就是所谓的快蛋白。在清晨，身体正处于分解状态，这组餐点能像及时雨一样，迅速提升血中氨基酸浓度，抢救你的肌肉。第二组，睡前救星板豆腐与低脂鲜奶酪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早上起床时特别累？那是因为深夜是肌肉流失的高峰期。板豆腐在台湾随处可见，它比嫩豆腐含有更多的钙质，且蛋白质密度高。搭配1点低脂奶酪，其中的酪蛋白吸收缓慢，能像一个慢速点滴，在你睡觉的8小时里，持续给肌肉工厂提供原材料，防止它因为长时间没进食而开始拆解自己的组织。第三组，深海恩赐蒸鱼与
鲑鱼罐头台湾人爱吃鱼，这是好习惯。蒸鱼和鲑鱼不仅有高蛋白，最重要的是维生素 D 和 Omega-3，很多人不知道。如果缺乏维生素 D， 你吃再多蛋白质，肌肉也长不出来。因为维生素 D 是合成开关的润滑剂。鱼罐头其实是长辈的好朋友，鱼骨头都被炖酥了，能补充额外的钙质。这是很多营养师不会告诉你的懒人增肌秘密。第4组，去皮鸡腿。排与鸡胸肉肉类中，鸡肉的纤维相对细致，合掌被咀嚼。我建议选鸡腿排，口感较嫩，只要把皮去掉，油脂就减少了大半。鸡胸肉则是纯粹的蛋白质来源，重点在于烹饪方式，用炖的或清蒸，保持水分，不要炸得前前硬硬的。这个组合能提供足够的亮氨酸，这是启动肌肉合成最重要的信号灯。第5组，最强绿色组，荷毛豆配南瓜子。很多人以为蛋白质只在肉里，这就错了。毛豆在台湾被称为植物肉，蛋白质含量极高，配上南瓜子，里面含有丰富的锌和镁。这就是我提到的矿物质不对。吃蛋白质而缺乏这些矿物质，就像盖房子有砖头却没有水泥，这组合当作零食或配菜，能确保你的肌肉工厂运作流畅，不会因为缺工而停产。记住吃蛋白质，如果不配这些微量元素，你的肌肉是盖不起来的。这5组东西换住吃，不要偏食，你的肌肉才有机会重或新生。讲了这么多好的食物，但我知道很多朋友的难处，有的长辈是一个人住，煮饭不方便，有的是外食族，便当店菜色固定，有的则是牙口不好，肉咬不动。我的建议是，不用追求完美。如果你今天一个人在家，不想开火，去便利商店买2颗茶叶蛋，1盒无糖豆浆，再加1小包坚果，蛋白质就达标了。如果你去吃便当，记得把主菜的排骨换成鸡腿，并且额外点1份豆乾或豆腐。对于牙口不好的朋友，请善用果汁机，把鸡胸肉、豆腐跟1点青菜打成浓汤，喝下去跟吃下去的效果是一样的。肌肉不在乎你是用咬的还是用吞的，它只在乎氨基酸有没有进到血液里。在台湾，生活机能这么方便，只要你心里记足30克这个数字，改掉一餐，效果就会慢慢显现。你不需要明天就变成营养师，你只需要从今天开始，先改变你的1顿午餐就好。生活不是考试，不需要拿满分，只要比昨天进步一点点，你的身体就会给你回报。在影片快结束前，我想跟你说些真心话。你可能会觉得现在虽然体力差一点，但也还能过日子，没必要这么麻烦。但作为一名看过无数生老病死的医生，我必须告诉你那个残酷的未来。当肌肉流失到临界点时，最先发生的不是死亡，而是失去自由。你会开始害怕出门，因为路边的阶梯让你恐惧。你会开始减少社交，因为走几步路就喘不过气。接着，一次小小的绊倒，可能就会让你卧床不起。在台湾，卧床的平均时间长达7到8年。那种依赖家人，连翻身都要人帮忙的无力感，是对尊严最大的打击。你会发现，你辛苦一辈子攒下的积蓄，最后都花在了看护和医药费上。这不是恐吓，这是我在诊间看过太多的悲剧。肌肉流失是无声的，它每天偷走你一点点的自主权。如果你今天不愿意改变饮食习惯，你就是在把未来的自主权交给轮椅。请为了你心爱的人，
也为了那个不想成为负担的自己。正是这个问题，说了这么多，其实我最想告诉你的是，肌肉病不只是为了好看，它代表的是你自由行动的权利，是你不求人的底气。你不必每天吃很多，你只需要学会给身体正确的信号。这不是一场痛苦的节食，而是一场对自己身体的重新投资。今天开始，先是煮，改变一餐就好。把这份影片分享给你关心的老同学、老朋友，或是你的父母。或许你的一个小小分享，就能让他们少走一段冤枉路。我是你们的老朋友，希望我们都能优雅、强壮地老去。我们下次见。